家母呢，民国41年学裁缝呢，学裁缝的笔记本呢。你看这个报纸就是民国41年的。哦，刚好有放报纸，才知道是民国41年的。这一本有钢笔的，有铅笔的。这不晓得学了几年了哟。这么多的内容哦。然后你看民国41年买的笔记本，你看这么贵了，40块钱了。民国38年12月份，国民政府才从大陆拨迁来台湾呢。然后新台币跟旧台币比一比，发行新台币，旧台币就不值钱了，好像说4万块才换旧台币1块钱，不对，旧台币4万块换新台币，旧换新嘛，新台币1块钱，那那个4万再乘以40，160万旧台币的话，这么贵啊！一本笔记本，如果是像发行新台币，然后旧台币4万块一部袋，换新台币1块钱的话，这一本笔记本就40块钱，乘以4万块旧台币，160万，4×4=16，再加一个0，160万旧台币的价值。那古代要买多少房子啊？买多少田地了啊？以前的脚踏车就很贵了，说要卖田地才能买脚踏车嘞。超级脚踏车可以载重的，叫霸王车。脚踏车啊，在关田那边那个有个，有个叫做什么希腊雅什么风景区的管理处啊，有展览那个旧脚踏车。里面有介绍说要几分的田地才买到那个脚踏车呢？你看这里还有拆迁歌，用台语念的哦。拆迁歌，你看，人家那个喜宴的时候有那个拆迁画酒棍，这个要用台语念的呢。一支镜头换1军，那个字应该是军嘛，军队的军嘛，又像单又像军，好像是单呢。对了，单跟双是相对的，应该是。一支镜头换1单，用费卖咱的江山。好像国语的话，单山，不过台语读较对呢。希望大家选讨谈的熬讨谈，下回大陆无为难，谈难啊，山谈难啊，单山谈难啊。你看安印呢？如果国语的话，单山称难还是有安对，还是有安呢。两支镜头两相好，共匪杀咱的同胞，实在欺负到，欺负到够。赶咱的稻仔尾连头壳，用国语的话，好刀敲凹，那国语的凹印呢？也可能是念国语哦。3支镜头换3星，大陆同胞最可怜，反攻解救最要紧，细马换掠输答应，心连情邻不过这个就没有押韵了恩这连安呢，情的音恩，邻的恩，
新、年、景、林，四季镜头万事四方，军民合作是应当。训练囡仔自毛党，加强今年大反攻。无基镜头无地用，使之无悔，闹和平，处处反攻稳德性，四海有名。中国兵6支镜头还6年咯，6年。7支镜头还7彩啊！你写大陆同胞最悲哀啦，解救同胞出啥物铁无苦海呢？出苦海，分开太阳现出来啦！8支镜头还8仙，拳打共匪啦，踢苏联，军旗10年，准哈。安尼这个单哦跟军不一样，你看，这个应该是单，这个应该是单，这个是军，不一样的字头不一样。军打共匪踢苏联，军旗鸟草，准备好呢，准便便哦，准备便便。新书主谋这眼前，烟肠烟前就是那个香肠哦，台语那个烟前。高级镜头还快乐，反攻啦反攻任务咱镜头，共匪遁地也无地走，无地有地走，看无地。陆海空军4面包民国41年的。10支镜头反中开，印度反攻的那个中彩，这应该是彩不是摘啊，底下应该是衣服的衣。打倒苏俄朱毛派啦，朱德啦苏达林啦。欢迎三军迎归来无出镜头啊，反对，苏俄共匪做乌龟，乌龟，龟毛的龟，通听没有这个上面的盖顶，听声音的听才对，没有上面那个一点一横一撇，干鬼的喙啊！干匪啦，奸匪罪，将来无所通可归，无造次。总头，镜头就是指头，镜头是台语的声音啦，会讲法啦。这猜拳歌